人来吼，来个趣味啦吼，咱的宝贵感情，不能渐渐拢起我来啊吼。啊，昨昏甲即马有啥物问题无？咱先解决问题吼。啊，其他的问题是啥？啊？这边。OK， 迄个声调、稳调、摆稳啦吼。其实咱拢分到足好势啦，迄是摕一个符号来造尔啦吼。啊，咱每班咱去捌迄个符号，哦，我今仔礼拜中我足大个感触，咱的姓氏有汉字，啊有罗马字，所以我建议咱唱的时阵尽量看罗马字。哦，啊，过来，你今仔日唱的姓氏，你摕电脑叫姓氏安尼罗马字甲拍咧，汉字会出来。你练甲会晓，每礼拜安尼练，我保证你一个月就了。因为大家拢无学嘛，讲实在，到即摆为落落来拍。哦，啊，我今仔献脑，今仔大家有摕着献脑无？今仔日我今仔本咧有啦吼。迄后壁有一个叫做人读的圣经，迄个有一页叫做人读的圣经。哦，迄个汉字面顶拢有罗马字。所以你照安尼来拍来练，哦，啊，迄篇毋是你，甲英文当然甲圣经有关系啦吼，因为目前咱哩用的台语圣经，把迄个地位圣经是英文话啦，啊，遮小牧师又感觉讲，咱有需要来甲改，因为电脑做法人需要改做台湾人即马利用的话啦，哦，啊，台湾人咱有两种腔口嘛吼，有南北腔嘛吼，啊，我遮是根据教育部的语言统计学统计出来的腔口，即摆已经较偏中南部啊啦。迄个腔口已经偏中南部啊吼，因为台北人不爱讲台语嘛，哦啊，所以因就爱变做弱势是，啊，即摆就是讲咱你愈侪人讲的，哦，你就会大家语言本来就约定俗成嘛，愈侪人讲的才会成做台湾的台语嘛吼。日本烧车我早有讲过吼，伊吼结过200年，安尼台安尼切到尾啊，用东京腔做因的日语啦吼。啊，我今仔主要就是讲要介绍一寡网络面顶有足侪工具，会当帮助咱学啦。吼，我知影我伫学的时嘛感觉感觉足痛苦的，但是我将遮个解想办法去用各种方法来解决吼。哦，我主要要讲即个咱很老的，有另外一面叫做网络的，迄个啦吼，迄是outline啊。我即摆讲的先会讲较详细。台语文的电脑使用资源啦吼，资源拢靠电脑面顶，所以我这用的这吼，拢差不多拢共款咯。OK。哦，共阮台语新闻咱大家会晓嘛吼，伫电脑面顶拢有迄个网址嘛吼。啊，我建议咱大家为美国入去吼，因为咱是美国人嘛。啊！你讲，甲人讲好，我要台湾无要紧。你来看我影伊的身材，迄个品质会较歹，因为走去台湾，佫走倒转来吼。啊！你来用即个 KOL 来先，就是即个主机放伫美国啦。所以伫咱这网址的位咧，敲拍台语 OL， 台语嘛会使啦吼，台语啦.fhl.net 哦，新闻的网站。入去了后，咱有2种，讲过后，我有三种的迄个版本会当互咱读。第一个就是教会罗马字，就照教会内底所使用的白话字，哦，即个版本。啊，你若要教育部的版本，就是即马因少年的是台语学的，哦，伊学搁一点迄个条子甲创个学哦，因为电脑袂晓用嘛。啊，我建议咱大家即个台语 Unicode 爱落去装，哦，即个下载落去了后，新的电脑 right click 咧再 install 进去吼，入去了后，你今仔所讲的意思就是讲，恁要应州部的人一定要有装台语 Unicode， 才袂乱码啦。OK， 所以即个 Unicode 就是讲要互咱看较水的咱的台语的白话字罗马字啦吼。啊，所以咱为遮入去吼，台语 Unicode 教的罗马字遮入去了后。当然，遮有一寡大回头咯，有诶无诶，你有时间就看吼。啊，即摆我今仔主要我要讲诶是中即个工具啦吼。我有开发足侪台语新闻遮工具，第一个就是数字法，大家已经算啊嘛吼。啊，过来就是字典，哦，这3本字典会当帮助咱。你讲你袂晓摕几车摕几翕诶，
就是来遮查就对啦吼。啊，第二个台式大词典你甲点落吼，有哪不符你拢会使点落就安记去啦吼。台式大词典是日本政府总统府，捌看过这本字典啦，请个是。足少人去看，因为迄日本的，叫国民党来拢甲你合家拢无去啦。啊，到阮遮出来了后，你起码才开始讲，这本是所有内底台语字典内底上好的字典啦。啊，伊是日本政府总统府编的，1933年出版。伊编的目的就是迄当时来日本人来台湾做老师、做警察、做法官，拢爱考台语呢，爱去台语认证的。其实真在咱来做迄来，啊，所以迄当时伊真正讲，伊满清政府无爱挂日本，日本真正要甲台湾行做伊的国家就对啦。啊，这系接受精神，伫即个教育方面，拢有做遮物件，叫台式大词典。但是伊的台语用日文的腔啊来拼就对啦。遮会晓日文，我先熟悉，会晓日文熟悉了。啊，但是你会读无？什么原因？日文的音素，我讲你差不多啊，拢400几个，咱有700几个。啊，因足济，所以因的日文，因的汉字无法度放，这嘛有原因啦吼。啊，所以因用敢若用波来做台语共款，一定爱佫加足济有无的，吼，波，吼，伊有波嘛吼，批嘛，啊波。伊就报下骹甲你创一个尾仔，啊你来读报，哦，啊迄个就是爱学，啊日文共款，伊嘛是用骹啦来煮甲足济啊，啊但是我这个人不遮有耐心啦，吼，拢有哪去学吼，啊都会较来感谢，就是我伫大学的时阵，有去拍去日本受3年的日文，啊读甲因的高中程度，啊所以讲好我来翻啊，结果有影翻成功吼。啊，这帮衬足侪人吼，啊，台语人拄着我拢讲我功德无量，就是你讲即个吼。啊，翻译出来了，创了网站，国免费奉用吼。啊，这帮衬台湾足侪要研究台语吼，而且内底足侪迄个什么言语咯，啥遐有诶。咱的祖先的智慧的文化，伫内底拢有，伊拢用例句、例句拢会出来吼。所以700几，所以请大家好好来用啦吼。啊，这要用就是简单，你若唔知影讲迄个罗马字安怎拼，你就汉字有影，吼，一个人会晓拍汉字嘛，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啦吼，用波还是用什么小门体用写，你汉字甲写去，我已经甲定做好啦吼，这个啊吼，这个内底你拍去伊无一定有哦，无。日本人无用，伊当时台语伊无受这个啦，伊虽然用讲7、8万的，无要紧，还佫一个叫甘义典，甘义林牧师，伊对台湾来讲的上大就是工人的点字，哦，迄个工人的教育拢伊开始，啊，过来就是这个字典甘义典哦。咱看第2个字典叫甘义典哦，哦，伫遮，伊是好，啊一个果。伊若大写的时是文音，台语有文音甲基音啦吼。大写是文音，吼，啊小写啊，但是伊遮拢创安尼足奇怪吼。我会了解，迄个可能爱小写，这是迄种基因啦，一般人咧讲会音啦吼。所以我昨足忝的吼，伊的名我就无问讲到底是好还是狗，好是好啦吼，还是果啦吼。你若较文音的，就是靠我捌家己的发音，吼，这果啊咱。基因就一般人咧读的是好啦，吼，所以即款的字伫遮拢差有。啊，过来啦，假如讲你知影白话字，啊，毋知汉字要怎拍，啊，你着白话字的位啊，伫白话字遮甲拍白话字落，吼。就讲你即摆，啊，你无汉字甲迄个白话字难题的难题，伊着啊，我即摆若共款的时阵会找有，啊，若无会找无，像这你讲咱拍好。遮拍好嘛吼 ，HO 好，你嘛知影，是我即摆改做迄个英语的来拍吼，拍罗马字 HO 好 ，OK， 啊，所以所有的好拢会出来互咱看，吼，拢会出来互咱看，啊，遮就有一字啊嘛对，遮有一字好嘛，吼，咱就知影讲伊即个就是读好，吼。
迄是哦，足有学问的爸爸妈妈菜哦，种代志哦，足有学问的。啊，过来这后壁有一个观测扫描有无？哦，所以毋捌看过甘字典的人来看，即个就是甘字典啦吼。伊拢拿字尔啦吼，你甲点题了，伊伫遮吼，即个好。光明，吼，即个解释是足好啦吼。光明这哦，这是伊原来着拢地位字哦。啊，无要紧，阮已经有啊改做汉字汉罗，所以咱来看即个好伫遮吼。伊后壁有汉字有无？哦，这阮摕足侪精神去甲改啊，去甲，互咱较容易会晓知影伊意思啦。光明白搁清气，嘛甲即字，哦，甲迄个敢若狗共义啦，哦，有无？所以咱的电脑输入法内底有即个狗嘛，我昨就发现讲有即个狗，哦，啊，这是迄个查台语的哦。还佫一个较重要，咱要爱知影，要爱即马就是华语的教育最严重的吼。所以咱有一个华语甲台语对应的即个书典哦。佫就叫台华对应综合大书典，就是台语安怎讲，华语会安怎讲，华语安怎讲，台语会安怎讲。这内底咱会当去查吼。咱开始要学写台语文的人，会当用即个。哦，恁想看觅看有啥物？较简单的就是风台甲台风。伊所有风台遮拢会出来。做风台，什么风台雨遮拢会出来吼，咱会当查出来。哦，啊，我即摆哦，我足爱安尼去走，就是安尼。我足感谢吼，迄个毋知谁送互我 email 内底讲，伊伫用台语拢用台语顺序嘛，啊，佫另外一个网站哦。迄个网站是阮内底一个杨文元教授。伊本来嘛创遮个物件吼，伊去甲另外一个甲中央研究院甲联络，吼，啊，佫伊伫即个每次伊个头前拢有一个麦克风，你甲试落伊会读互你听。你若有咧是迄个 email 上写互我，哦，我足感动个，讲哇，恁为什么？阮拢共阮伫做遮个代志吼。中央研究院是较有钱嘛，伊政府请足侪钱来嘛，啊，钱来拢甲合作啊，像这台语大书典这伊袂晓创网站喏，阮斗阵创的啊。哦，甘字典这嘛，你也看下有写中央研究院无？哦，啊，迄杨文元教授嘛是伊足甘心的啊，伊去家己练，为台语大书典遮内底每一个头前有一个麦克风，读袂了。啊，你若要练讲对应的华语，伊华语嘛，中央研究院有一个有读的啊，吼，北京语读的练过啊，啊，伊佫有顺续练去英语的，哦，伊就是华语甲英语对下的。所以咱的第二代，你要教因讲学这时，吼，我下骹有教罗转台罗罗马字，就是讲你写一篇文章的时，你若规个用数字写，用数字写了后，会使规篇来遮转。咱这是一字拍落嘛吼，啊，有个人习惯讲，我伫迄项我用数字拍，啊来遮会使转，甲你转做罗马字安尼，转做迄个调号啦吼。哦，就是啊，你第二声我 GOA 字啊，迄个字叫做数字调号啦。啊了后变撇一撇，叫做符号的调号啦。哦，你要正式出来，你爱用符号的调号嘛。啊，所以你爱去转，哎，因为你佫有去遐转的，遮甲搭落了就上转的。像即款讲，台语转罗马字即个吼，即个转法就是讲。你调号的嘛会使转做等于数字啦，啊教育部的会当转做即个咱地位字，地位字嘛会当转这，所以这面顶遮有足济有无？所以你物件是啥的，你选落好势，啊下骹是啥的，选落好势。所以这足久的学习者吼，咱迄个因为这伊拍迄本因爸爸的迄个论文的时，就是用这个拍的啊。迄种感谢伊当时伊。袂晓学补啊，啊会晓学，伊晓袂是安尼拍。啊，今仔足欢喜，我顶早来就拄着伊嘛吼。因爸爸林茂生教授吼，台湾第三国民足大。伊伊第一个来美国读迄个博士的啦，台湾人第一个。啊，伊有足侪迄个文献伫咧。吼，啊，伊本身就是个论文集吼。啊，伊用北家去写的嘛吼，有惊人较大人读，所以啊，我讲话讲好，咱来改做台语吼，啊一网站你开始台语好，大家读。啊，即摆即个
咱迄个总监，蔡医师伊嘛有出一本册嘛，哦，啊，我这有一个工具哦，我念来讲就是华语的文章搭袂变台语就对了。所以这工具就是讲，你若有时间有哪去试吼。OK， 我来讲这个教会的圣经吼。阮这个网站上强主要是这个圣经甲圣诗啊。所以咱会使看，咱巴结咧就是咱普通地用的标是圣经哦。啊，我有甲改做汉字罗马字哦。啊，人讲咱标字上早开始是当时1881年有旧约的，互我找着的啦吼。啊，其实新约有搁较早的100，约翰福音书写152年，所以咱的标字152年就有啊啦。迄阵时人拢会摕来用圣经啊，读较拢足好势吼。因为咱的音素足济，是因为讲啊共音意思无共，咱的声调好对，啊伊你就读出来意思就袂走去啦吼。啊所以咱要爱的时阵，你就咱教你要爱的即个吼，啊，过来红背圣经吼，知影红背圣经的人请举手。哦，你知吼？我发出迄教育家咧伊迄个。1973年就是出版的时阵，伫迄个印刷厂就叫国民党没收迄个啦，迄个红背圣啊。我念伊介绍，我专讲圣经的时候我会介绍。啊，过来咱点这嘛我嘛伊转标时我拢有甲改做汉字啦。啊有客家的，也有客家去咯。你要看圣经，你会使来读者哦。但是这目前找到的客家圣经，这是线头的大陆客啦。哦，大陆客啦。啊，阮嘛拢去甲。这工作先甲教会晓，甲换做台湾的客语哦。啊，阮才当去换的。标是圣经吼，啊，你若要即摆台湾足侪越南新娘嘛吼，啊，所以这因越南的圣经嘛，拢会当搁遮咧读哦，甲台语对照咧。伊台湾的新娘吼，越南的新娘用标是教念伊就会晓教因人，啊，因人嘛对底学，啊了就沟通啊。所以这标是功力足强的。啊，过来本来就是咱拢有学本嘛，啊，King James 这就是英文版啦吼，啊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这种英语的吼，啊嘛韩国的，啊，无罗文的吼，恁老厝面拢会当来对照咧读，你要爱对照的，就是甲勾起来，吼，伊就会当对照。啊，就讲咱即马下骹，你若选标价的时阵，就是并排落咱读啦吼。你要第几句第一首吼？你遮上正名遮，吼。啊，我先讲这罗振宇牧师啦，伊个早间台北足出名的吼。伊个录音，阮拢有甲下去。恁若要听伊个早间的录音，遮拢有啦吼。遮有一个 OK， 啊，遮有遐无？遮有一个读经有无？你看正面的，吼，有一个读经你也试落，即则圣经会读互你听。我著要求一味喊话，爱台主的学生，去记这石头。所以你要中特要思维啦吼，当先安尼来啦吼。其实即个物件，我爱做一直爱感谢，我会安尼落去创出来，去发现即个，我是感谢中华永福教会有一个好姊妹，有无？有中华人？永福教会，你知影永福教会？啊对吼，遐内这小姊妹是播音的吼，伊是迄个关怀基金会一个播音，伊讲上帝有伊个文字吼，伊一定要搁现出来就对啦，吼。啊，所以伊就就爱去摕迄个巴结的圣经来读啊。伊讲要读上帝的话，所以直直读。啊，本来用迄个汉语版的时吼，都读无落来，足济拢汉语我都读啊。啊，人教伊讲读标字，去学标字啊。啊，学到迄本新旧约，拢甲读出来。伫台湾，体制内，圣经公会出一套有声的圣经新约。长老教会总会出一套嘛新约，啊，教会公报社出一套嘛新约，啊，伊这钱拢大安尼开，根毋知开去倒去哦。伊袂晓想讲旧约嘛，就往甲创出来，因为旧约拆好本，要读到完全无简单。啊，这个姊妹，伊讲伊无爱甲讲，伊是袂使甲伊讲伊啥物尔吼。啊，伊就讲伊要做上帝的工，啊，伊就让开始要读拢定若袂晓的时阵，就去问牧师，啊问。长老，啊，因拢甲讲，啊，你读个无用啦，读个无用啦吼。哦，咱定定拢拄着叫我经验哦。啊，上帝安尼因抓为开啦，伊为头读到尾，读好了后，伊就做上档案啦。啊，讲，啊，因为伊一直无相信讲无用啦。哦，上帝话哪会无用？
啊，因囝电脑足够的，伊讲因囝就听着安尼讲，我替你解决，伊就甲打去网络面顶。啊，网络面顶，阮信望爱基金的第一间去找圣经啊，尤其找台语圣经啊，叫找着啊，讲阮有用啊，所以伊即个奖啊，拢免费，即个免费奖啊送互信望爱基金会啦吼，即 copyright 即样阮的，但是阮信望爱基金会所有的物件拢 copyleft， 所有拢免钱，圣经讲话，根本就大家拢 copyright， 拢爱钱啊，恁知影 copyleft 是啥物事？嘛免钱，你若嘛无 copy， 上帝会甲你，会无欢喜啊意思就是讲你要传福音，你做你直直 copy 出去，所以阮所有的物件你做你安怎 copy， 阮拢无要紧，阮无要紧，这叫 copy left。哎呦！我开始做这了，我就发现这两项无共，一个叫 copyright， 所以我搁袂记得知足济网络面顶有的，阮有考虑到弱小的教会，也是较残障的教会，袂当上网，袂当啥的。阮有做迄个 DVD， 我有迄个啥物有神册啊，有啦我甲你讲 copy left， 你就爱去 copy 互人。所以遮的物件足济，你网络爱去download的，面顶拢有恁做恁去 copy，愈济人愈好，这是上契会，一定爱 copy 互大家啦当然像即款即个爱读声，这安尼最早即款是无法度啦，但是你有法度去download规个。红梅圣经，落尾我甲迄个学生来讲，伊即个嘛读出来咧，红梅圣经嘛有啊，所以咱先来看到一个圣经朗读有无？红梅圣经嘛有啊。这头到尾 MP3， 你会晓啥物 iPhone、iPad 啦，你就甲创下倒啊，你就随时拢会当听。过来有做台语有写圣经，这个。MP3 这个就是阮有写叫信望爱的版本这就是好心爱读有新旧约。你去看，你即摆若要爱，你要新旧约对一篇你甲点落，伊就会当download落来。你要download这位置啦，你迄地内底有规个，你想咱创 DVD 这个这面顶旧约嘛一直到新约。所以你看卖，伊这个是录音起来我爱去甲加一节来斗来圣经这嘛足大工事啦但是我感觉做着足欢喜沿路困沿路做安尼做甲一家几个完成出来。阮有一个听我就是讲，我伫迄个3年前伫台中山医学大学的台语系伫教台语电脑时，我有训练一寡学生伊来做工读来做讲读啦。讲读的时，我就是发你一点钟100块台币。嘅钱啊，工作钱所以学生因若感觉讲，我学台语有效，有钱好赚即安尼啦。过来就是我想，我你哪会靠用一部100块咯，叫人去听听。足济拢读了要洗礼，你敢知？一个已经洗礼啊，客语迄个已经洗礼啊，搁一个嘛讲安尼，我要来洗礼就是做这圣经这代志所以讲，有想要洗礼的人，也未来教的人，我报你即个。简单无小读的你来读读咧，你袂想，你会感动啊！这规个人生的问题，你的信仰的问题，直接拢展现出来迄本圣经遐济人要读，你一定是有一定原因的啦，敢毋是？是咧我毋是咧传教，我咧传福音互咱知影就是信望爱只有传福音，无咧传教啦。传福音就是讲福音的经济，了后你要去对一间教会圣神的，甲你引带啦。所以阮叫传福音啦我做阮无教派问题啥，阮就根据圣经足重视来甲迄个互大家用安尼台湾人足可怜，就是讲家己的台语拢读袂晓所以阮遐济精神来创遮啦所以讲实，大家足有福啦有福气啦，会当来遐济人来学遮，会当来听上帝的话即个。信望爱即个拢是好心爱迄个女声啦迄中部人你中国人听着一定足爽快啦中部人你听你一定感觉哇，遐爽快咧圣经。我有带来啦我迄个
老趣味人哦，我先秀互大家看哦。现代科技哦，你电脑的科技，一直发展到头拢足简单的啊。这个倒面这个哦，大细声啦哦，啊，这个身躯要会切换，啊，中是 on off 啦哦，这7个 off 啦吼。啊，我主要是，阮上日甲我做工程暑假要会读的吼，啊伊来就乱摸摸摸的。连丢落我爱太拢袂出声，爱就是直字嘛吼，字较只无声的啦。这咱这大细声吼，啊，中这个是开始嘛吼。传给咱的，我已经对起头详细查考拢总会做。啊，这会当切章跳章。有教处属写伊第2章。哦，第2章，哦，爱当跳到转来。啊，面顶下骹这个哦，跳册。嘿。就含放一段，哦，第1章第1节，啊，过来，速度一段，第1章，啊，你会当跳倒转来，就含放一段，第1章第1节，啊，这个当插下去，摕去人插，哦，啊，足济哦，我对啦，足济人知影人拢会晓配啦，因为咱定定会目睭无方便啊，是啥，是讲塞车，这放落咧听足紧，啊，这嘛当插下去啦吼。哦，你先生甲翁甲某斗阵困的时，一人听一台，一人听你的嘛吼。啊，人拄着我拢讲，恁囡仔足感谢你。我这人暗时困袂去，我上帝话安慰我听咧，我就睡困去。这是真个上帝话会安慰咱啦吼。35箍。我想到讲，遮有一寡台语文的册啦吼，恁有趣味会当来吼。伊其我较介绍这本字典，张树雄教授台湾大学的阮的语言学教授退休了后，伊编一本真正语言学家编的台语字典啦。以前咱拢看足厚本呀，迄种医生咯，啊无啥话咯，伊就感觉足感动的呢，伊就是台语有信心，有好势伊就编出来啊，哦，啊所以这个内底有第9条的啦，哦，我讲第9条就是由来，所以阮伊这出来了后，阮开始就甲做第9条。啊，以前大家无注意讲，这个第9条就变调的嘛，啊，你发现讲，咱咧讲的话，确实有足侪第9条，家己无注意，哦，我这一时啊想袂出来啦吼。啊，这个只有这个。风无甘泉，咱无拢伫读英文版以外，拢是迄个华语版哦。啊，阮有迄个陈清顺长老专门拍白话字的哦。啊，广播社就讲要出台语版，啊，伊为英语的版本翻做台语。啊，台语这内底足侪诗啊，迄诗后壁拢有押韵的，伊台语足好的，陈清顺长老吼。啊，伊有全罗马字版，啊嘛全合龙版。啊，即摆就是讲，还是甲出一本全罗版，无要紧，你登记哦，我也甲我定定来嘛吼。啊，我查国查啦，这就是学咱灵修以外，会当佫会当学白话字，吼啊，这个袂歹啦，哦，你若问爱偌济啦，迄20箍啦吼。啊，阮这拢毋是伫做生意的吼，较些就是讲来要互你会当，我尽量方便来洗的，阮拢甲洗起吼。啊，这个就是最近，咱把这个圣经了后，红会圣经叫牧师了后，啊，甲2年前照印一个全罗马个新约福音啦吼，迄个小牧师可能摕几本仔来嘿，啊，这全罗马字的，啊有趣味的人吼，会当买转去读，啊，你照这个甲读，啊，你毋知影伊啥物意思，你读咧汉字会出来嘛？敢毋是？啊，你就知影，这就是你练习的。是方法啦吼，啊想要洗礼的人吼，啊搁较认真读的吼，你这全读了，你会想讲有影，咱就爱相信讲这个世界有一个创造主啦吼，啊咱才有法度安尼今仔日安尼。哦，啊搁迄个较大图我摸袂起来吼。这个就是这个台语白话字吼，先讲大学人因有去一个基金会吼，啊因将主要是迄个。教会公布内底的文章去甲整理出来。教会公布是1880年开始嘛吼，1880年嘛吼，开始有即个教会公布有白话字的拍的。啊了后，国民党1967年甲你禁掉的。
啊，以前台语的文献就是靠遮的，足侪文献，你若咧文书档写的拢足好诶。尤其迄广告吼，广告版你去看讲以前的台湾人咧广告咧广告啥物物件，足趣味啦吼。啊，所以即个有去啊整理，目前是整理即个5本啦吼，啊遐水啊咧，啊一本才15块，总共75块尔。后咱就是消息就是讲，伊伫顶年带阮国姓人，伊是阮国籍的家产，带阮国姓人，啊带我，啊才生一个囝，吼，伊名号做啥？讲台语。讲台语。厉害，讲台语啊。我来这是讲了，你讲台语啊，是专人话啊。哦，你讲你一个老师讲要叫我的名，你就先讲台语，讲台语啦吼，啊应该无这样，互咱知影是。因为伫台湾就是讲，阮做台语文这人受足是迫害啦吼。啊，但是阮两个足强诶，伊是少年派，我是老派，阮两个拢彻底你甲对抗，因为咱若放弃，头前遐拢无使你拼到要死，所以绝对毋好放弃啦吼。啊，因为这咱的物件，所以今仔日遐侪人来参加，我足大鼓励，感谢。来，咱继续啦，啊，这就是讲，感觉讲这个白话字啊学会晓，啊，阮信望啊开发足侪功夫，足侪物件，互咱去学啦吼。啊，即摆是每天平均有2000人去看，超过2000人吼。啊，你讲有时间就去你看，反正个100%台语啦。啊，你客家言有客家，你头前个改客家。客家。你有客家是客话，你毋知客家啥意思？客家嘛。好来，所以你伫房子的位啊，即个台语甲改做客家。啊，你美国的时候加 UI 啦吼，我迄个面顶有啦，咱去美国见面吼，啊，即摆台湾伫困啦，莫去人插。OK， 所以拢共款啦吼。迄个甲马威即个教育罗马字音吼，啊，足可惜就是教育部迄个因伫制定即个罗马字系统，教育部公布的是迄个通用的啦吼，啊，通中国大陆的通通用的啦，所以客家。啊，但是咱长老教会有一套甲咱这共款的客语的，啊，我是根据这落，啊，但是照迄个台语的教育部的原则，我甲转做迄个就对啦，共款会通啦，吼。所以即摆来遮，客家内底共款哦，吼，足侪哦，才有一寡专栏吼，啊，甲迄个 OK， 一寡只工具嘛拢有吼，新闻的书字法，吼。啊，有迄个影音，客语字典、客语圣经这拢有吼，客语书典你嘛拢有，拢会当去查。啊，华客转换华语转客语，这拢有啦吼。我珍重遮个吼，我想我要互咱看一下，迄个加拿大的客人讲客语。现场的火把哈。也中央会看到也上个法哈，调的哈，也个也个通过了，哎，看到上帝创作的也佢非常的欣赏。因为到礼拜日啊，佢出國佢嘅四村長啊，親自去那個說出很多 mission 就會顯高的意思啊，所以乃拉我去嗰啲全高飛啊，都好經驗牧師，全部佢牧師12年啊，總係基督徒。伊台湾的客语圣经最近出来哦，先规个足大本哦。哦，我为着开甲摇去闪着哦。伊迄个像来法咧，你讲来托朗多一个加拿大的人去台湾，爱去客语传真，甲马甲共款安尼去，甲搁学客语，学到即马我都翻圣经。啊，台湾的客语的牧师，无一个客语会赢伊，你敢知？啊，但是就是讲，伊咱甲阮现条甲外条分袂清楚。吼，啊，我伫斗阵的时，伊来祈祷，我拢替伊紧张。伊讲咱拢是罪人，啊，这咱改就改袂过。啊，因为伊细汉就个伟啊，伊也毋捌讲外条甲现条有啥分啊。吼，啊，伊就是讲，伊家己本身伊嘛是爱足注意，讲伊嘛知影足注意，但是到遐个时，伊来讲考验去啦。所以这个客语的内底，确实伊的客语的文化嘛足水啦，吼，确实有遐，无吼啊！但是我发现客语的
团体伫聚会，大部分拢用北京语讲，哦，含个牧师嘛共款咯。客语的全台湾客语的聚会，伊嘛爱讲，我讲实的咧，我听无，你讲北京话我听无，伊就讲，听不懂客语的举手啊，他们有2个，我们客家人很包容，有2人听不懂，我就讲北京话。我对不起，我来是要听客家话的，我是要来听安语，要听卡发的，就我插话，一定用北京语讲。哦，这是客家比台语更已经进入什么呢？交互病房台湾已经去吼，安尼看足水。我以前就是为着轻款2万块尔吼，要互人看，所以我袂当创足大个吼。这人讲你太爱坐哦，加在即摆迄个 YouTube 开始会当用embed进去吼，所以阮尾仔做的时拢足水。信望爱较是就是，这输入法学到信望爱输入法，你就知影讲，大家已经对这上帝吼，这是有肯定啦吼。OK， 咱来看这客语信望爱吼，来。客语影音教学这 ，OK， 这来学客语所有的张罗教的编的教材吼，你要学会使来这学迄个客家语吼。这 OK， 台语、客语、英语、日语、华语有无？这个综合教材吼，我编到第几课？第5课尔。国语毋是第几课？第4课尔吼，毋是第10课啦吼。这是有迄个会当有声的，阮甲创会当网络直接播的迄个PowerPoint，PowerPoint 你安怎download嘛对？所以你若要download落来，要去教人会使download这个，这个是伫网络面顶会当直接的吼。Ground, a condition, 高합, 情况, good, at all, 干菇, 滚机, 工具, ground, 关安人，管道，关岛。OK， 无时间啦吼，咱转去倒有来去看，有来去读，足趣味哦。这个我的学生客语组，第一名就客语组啊，阮信望爱客语主要拢靠伊创业哦。圣经堂嘛是，因为圣经讲伊拢 copyright 嘛吼，伊无爱翻用啊，吼，伊创作开足侪钱网络，你去看嘛，全世界语言的圣经拢有嘛，讲台语甲客语无，你敢知？足可怜嘞吼。阮这只有 copyright 的人，阮去摕中国大陆的大陆客，甲台语甲台湾的客家有10%无共。咱河洛人就摕来将它用咧，用到今仔日教会内甲教会外有10%的语言无共，自吹送香着麻木，而且无教会外一定听无的啦。哦，迄毋是台语啊，吼，因呢，因无用，因用咱来翻。台湾无人去讨论都去请人来吼，来翻到今仔日，迄就8%台湾的客语啦，伊用死言啦。因客语的上调，死言甲海陆因就是声调无共尔。咱台语是声调共啊，迄个音无共。这足趣味哦，这语言哦，会安尼讲，客语因的四关甲海陆的无共是声调，咱台语的迄个。漳州甲泉州的无共，是音无共，声调共，这足趣味吼！安尼有清楚无？伫台湾的2个大族群内底的语言就是安尼。阮呢，就安尼去甲改做台湾的四关。这个学生仔就是用阮这个工具，直直甲讲会晓写论文、写有诶无诶，什么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迄内底有一篇，就是你写这个客语圣经，伊顶年的10月写的，这个已经无简单嘞。哇！对哦，中国河洛人，
对啊。伊拢甲咱当作闽南人啦，甲咱欺负，咱讲咧门内底拢全谈了咧吼。所以台湾，阮即马就是反对教育部即个名，我台语就台去啊，对。啊，你甲阮毋是当作人，啊，你来到这阮遮要选阮遮个总统，佫把阮当作人，迄足无理的啦，吼。你是台湾人台，吼，啊，有个人就感觉着忍受，啊，事实上哦，这咱基本的人权哦，尤其咱有信仰，咱圣经互咱的基本的人权就是这嘛，吼。啊，老师，他拄啊讲，什么搭这种建校就是无台语甲客语，对，我意思。哦，圣经公会圣经哦。圣经公会你知影嘛吼？台湾圣经公会就是翻译圣经的啊，去趁钱的啊。吼，唔解讲实在是讲 ，OK 啊，无正来讲了后，其实迄个咱来讲圣经嘛好啦。啊，我爱写的我好写的，无要紧。我带来人烦恼哦，你要2工3工，你敢有遐济好讲？讲，这物件我去台湾你教是1下斤2下分的。OK， 人读有的圣经。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哦 ，OK， 这台湾的圣经有写啦，哦，迄就是地位是圣经上倒边的，过来红会圣经，过来圣迄个啊，伊讲台湾人有字，我知啥物，迄个地位是读无，伊就歹教，我唔教，啊，所以拢叫改做汉字，咱遮利用的足侪台语汉语版，迄你读敢读有，嘛是读无啊。吼，啊，过来新约圣经，就是我将这个新约的原来标字，甲改做汉语咧出版的新约迄个，啊，过来就是最近这个出版这个，哦，总共目前台语的圣经有写，哦。OK， 遮个咱莫讲啦，吼，迄个时间的关系，哦，这各地的牧师有人捌了，咱来听伊讲啊，咱对这个圣经的看法。所以种圣经反正，啊，我安尼较讲咯，我即个现在用的反正是怎样讲？问题就是，翻译出去是爱教会先查，啊，教会先查是哦，教会遐牧师遐长老，你若翻译查咧出去，过去牧师咧讲的道理，本来根本无伊啊。我讲的就无也无清楚才讲啊，所以就爱就反对。啊，中文的翻译差不多有30-40款啦。啊，上中式的是刘正宗啦，刘正宗的翻译就以个人的翻译较重视啦，教会出版较无重视，因为教会就过去的观念。第一时阵，你来到法律政府学校来就开反对，所以要补那过去的 vested interest 咯，教会出版的，看不进去，所以这是。OK， 所以阮即马伫创的这较重视啦。我小牧师我当然啦，牧师嘛足侪，一般阮是。这个先讲就是讲，我今仔显老内底有一面内底人读的圣经，就是希望改落即马伫台湾的台语啊，互教会外人嘛是读的圣经啦吼。时间走看，咱王先生牧师，我伫想咱遮个，哦，足侪人知啦，咱听看伊安怎讲哦。差不多70年，这个罗博士转来了后，才开始正式就去创。啊，罗医生博士，有甲这个台中的马尼诺，迄个语言学校，甲修道院迄阵台湾人的老师啊，伫遐相甲合作，所以这个是伫咱台湾的教育史内底，这个天主教甲新教合作落去做的代志。工作，实际上主要的人就是这个罗博士。我田连坤牧师，甲2位这个马尼诺的这个语言学校的老师，这个陈邦定先生甲这个
甲这个高级法哦，因圣经是要读的啊，所以伫这个新的圣经要出来以前，我想这个标的是运动员落去的时候，毋那，互咱台湾人会通更较知影讲咱家己有字当用，对，会通想啥要写啥个吼，要嘛会通真正去接落去讲啊，真正用咱的台湾的教的，互耶稣用台湾的甲咱讲，互保罗用台湾的甲咱。陆医生博士就是主要伫翻译这个圣经公的翻译的，现在中文译本安徽圣经，过日的牧师，毋知王新忠牧师内底有讲着讲，就博士转去了后，就开始翻译安怎？但是最近伊得到玉山新学院互伊的神学英语博士的时，伊的感言内底拢无讲着安徽圣经啦，就叫国民党没收去，可能就安尼讲较好啦。是咱根据就是愈来愈感觉讲，咱真简单咧读的即款的圣经，读起来真硬硬，毋是咱家己的话。不过最近这一直来一直抢做，我咱若真正要翻译，应该就是翻译着所谓多正弱体即款的语言，上帝真正用咱的皮肤的你甲人讲，你来讲话，这就是真重要的神学的根据。伊主要要强调就是强调就是多正肉体，多正肉身。耶稣来到咱的中间是要甲咱讲咱的话啦，毋是讲耶稣来要甲你讲北京话啊，伊知影你是台湾人啊，要甲你讲台湾话啊，要甲你讲客家语，要甲你讲客家话啊。耶稣会讲客家话咧？因为科技圣经嘛足紧的因才开始伫录音嘛连咪会出来啊。第一节。缘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地是空空混沌，深渊的面上黑暗。上帝的神运动伫水面，上帝讲：要有光，就有光。上帝看光是好，上帝将光暗分开。上帝叫迄个光做日，叫暗做暝。有下昏，有早起，是头一日。圣经讲话的网站，你去找，敢有台语，敢有客语？你详细甲大看，有几种？对哦？无哦。OK， 确实无就无，伊毋同就毋同。迄个八间圣经的人拍好啊，我计改摕去尾做，希望毋做嘅，安徽圣经当然无啊。即摆即本，伊嘛无啊。但是我甲你讲哦，恁若真正要读这，要读客语的遮，我有啦。感谢主，就是讲，无我会透过各种方法去甲摕遐档案出来吼。迄个我来一个地表互你，一个空就互你。你若有想要用遮的，你来甲我讲。我一个地表互你，你去，你就拢会当看，会当对照来读各种版本。就是 copyright 的物件，阮袂当甲用的，我内底嘛是有啦。我想我伫基督中了，上帝讲，无要紧，你甲做，这就是你传福音。圣经讲遐个人，迄人无款，创遐济，印甲遮好看的，无就人想知影你有即本圣经。这人足无法度啊！客语圣经人阮无啊。客语圣经嘛是安尼，我讲话你若无就网顶无啊，迄个麦牧师教我是足好的啊。伊来台湾的先头6个月，圣经公会安排我甲照顾伫台北生活了，甲送去苗栗的公馆教会，交有区善良牧师。伊安尼无几年了后，看你上年才会知影，着在下那唱山歌，唱客语的山歌啦，足厉害。安尼，伊就一下有负担，所以去读旧约，旧约的圣经。大部分拢是伊来领导去翻译出来，所以阮的新闻台网站的点阅率较侪人来看。你去讲因一工无可能2000个啦，阮只2000个去看。即个物件倒去销路上好，你敢知？下昏、闽南，阮那大国民了后，因无读册啊。遮福音入去中国大陆，大家读圣经啊，
我就读课这。伊是足感谢的。若无因是后影，我就接近上帝的话啊。有这了，足感谢到哦，安尼大家安尼，赶紧就会当读圣经。圣经讲的伊安尼做，我就毋知你创啥，结果安尼，开始就是咱囥到遐边桌遐，我有逐家用哦，这是足可惜的啦。大家别切祈祷啦。好，圣经讲到这。